我甚至害怕我自己会忍不住改变过去。但现在，这道坎儿已经过了，我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。目光，其实我觉得，真正的永恒，是被人一直铭记。只要西塔老师一直在你的心里，他也就一直都在。我们给别人弥补了那么多的遗憾，这次轮到我自己了，所以我更能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有多有意义。陈老师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谢谢。嗨，没什么。